馬哈放棄輕量級腰帶，升重挑戰次中量級皇位。而搶咗腰帶之後，就知道自己要接受馬哈嘅挑戰。雖然巨大壓力，不過 JDM 嘅年紀只有29歲，而且人氣流量全部都唔係馬哈嗰個層次，接受挑戰在情在理都係最好嘅選擇。即使輸咗，日後都仲有大把機會可以再一次爭奪腰帶。但係如果贏咗嘅話，咁 JDM 就係打敗現役鷹派最強嘅人，一定會名利雙收。外界對於 JDM 同馬哈嘅分析並冇想象之中咁大差距，甚至越嚟越多人都認為 JDM 係可以打敗馬哈，因為馬哈並唔會好輕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收睇 DC 格鬥。9000訂閱仲爭少少距離先到啊！新觀眾你幫幫手啊，幫我撳個訂閱掣，同我一齊成長啊！馬大嘅證明，出色嘅站立、強大嘅地面同埋戰術執行能力都係頂級。JDM 要面對嘅唔單止係馬哈一個，仲要係成個鷹派對於勝利嘅執着。站立技係 JDM 技術系統之中最核心嘅部分，尤其是係拳擊能力，配合 JDM 雙收正架同埋反架，可以選用嘅攻擊角度好豐富，比起馬哈集中於喺反架多咗一重優勢。既然雙收正反架，自然可以有更多嘅組合拳可以運用到，仲涉及埋步法切換嘅流暢度。JDM 喺呢一方面就發揮得好好啦，增強咗喺站立上邊嘅攻擊力，同時間仲連帶提升埋防摔嘅反應速度。喺對戰大眼嘅時候，同埋佢以前嘅比賽都可以睇得到 JDM 嘅拳擊能力，打擊距離掌握得好好，由開路到去內圍換拳，精準度都好高，每一次出手都有好大機會可以造成傷害。JDM 嘅18場勝利入邊就有12場係 KO 勝利，大多數都係以拳法收尾。當然啦，腿法喺 MMA 嘅系統裏邊呢係不可缺少嘅。講到腿法基礎，又點可能唔提及風拍跆拳道呢？由2021年成立嘅風拍跆拳道成長到今時今日，雖然只係短幾年，不過創辦人 Ben Sir 何念晴就已經修煉咗跆拳道已經超過20年。值得一提嘅係 Ben Sir 比一般人嘅路更加難行，因為 Ben Sir 係一位聽障人士，通過努力克服困難，仲成功登上咗國際舞台，參加殘奧嘅成績仲要唔差添。直至到現時都仍然有參加大小小嘅比賽。2025年11月23日 Ben Sir 就會再次領軍出戰東京聽障奧林匹克運動會。希望觀眾們就算冇乜接觸跆拳道都好啦，亦都知道香港係有一位出色嘅運動員，一位努力為香港爭光嘅 Ben Sir。風拍跆拳道一直都致力推廣同埋發展跆拳道。2024年更加係擴充咗業務，為每一位學生提供咗良好嘅裝備同埋場地去練習。因為起步比一般人困難，所以 Ben Sir 更加識得用耐心同埋誠意去教授學生。風拍跆拳道唔單止有幼兒班、兒童班、青年班，仲有成人同埋長青班，適合任何年齡嘅人士參加。詳情就放咗喺資訊欄度，歡迎大家認識一下風拍跆拳道。翻去正題 ，JDM 雖然主要嘅武器並唔係腿法，但係下盤功夫至少都用得冇乜太大嘅問題，只不過係未出現好大嘅亮點啫。地面能力係觀眾留意 JDM 嘅重點之一，由對陣大眼嘅一番戰當中，防摔呢一個部分 JDM 都算係做得唔錯，幾乎都擋晒大眼所有嘅剔單。大部分 high guard 都會令到身體嘅重心升高，容易啲被對手剔單，但係 JDM 嘅 high guard 就會將身體向前傾，將重心稍為降低，平衡咗防守能力同埋防摔能力。缺點係因為馬哈嘅 KO 能力都有一定嘅水平，所以身體向前傾，對於頭部嘅防守就要更加專注。站立一流，防摔又做得好，其他武器又用得唔錯，但係就唔代表 JDM 就穩操勝券。面對鷹派更加需要係起身能力同埋 clinch 嘅能力。雖然 JDM 喺經過大眼同埋 Gilbert Burns 之後，呢兩項嘅能力都有目共睹，但係大眼都只不過算係半個鷹派。馬哈比大眼有過之而無不及，馬哈嘅體能同埋力量亦都唔會比 Gilbert Burns差。大家都知道站立系嘅拳手面對住地面系嘅拳手，多數都會被封印咗一部分嘅能力，例如係出腳就會好容易被對手剔單，組合拳太長又或者太多，被對手剔單嘅機會同樣都會變大。到時 JDM 好可能只係得翻啲單點嘅攻擊，站立技發揮唔出應有嘅水平。面對嘅對手仲要係馬哈，喺剔單嘅技術同埋地面控制都比大眼強得多。單係講剔單嘅多樣性已經比大眼更加豐富，仲未計剔單嘅時機同埋
消耗。馬哈明知道 JDM 嘅站立能力咁勁，絕對唔會俾太多嘅時間去打站立。JDM 如果真係要贏到呢一場比賽，由體能分配、戰術制定，再到去臨場發揮嘅容錯率都好低。馬哈目前嘅不確定性只係得翻喺170磅呢一個量級嘅不適應。馬哈嘅身高臂展喺170磅裏邊都只不過算係中規中矩，身體條件都唔算係咩好大嘅優勢，但係始終都要考慮到強大嘅鷹派背景，勝算依然係偏高嘅一個。呢一集嘅賽前討論到此為止，估唔到我卒之有業配嘅一日啦！希望你哋多多支持我啦，中意我記得 like、share 同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， 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